4，听课文做练习。课文1，情景：大卫和彼得正在宿舍里写作业。我写了半天汉字了，手都酸了。我想出去活动活动，你去不去？我可不喜欢散步。我不是说散步，我是说打球什么的。这么热的天儿，打球不是更热吗？那你说干什么？我看还是去游泳好。游泳不但可以锻炼身体，而且还能凉快凉快。游泳好是好，可是去哪儿游啊？咱们学校旁边的宾馆里可以游。那现在就去吧。好，游完了泳，顺便去那儿的咖啡厅喝点东西。那儿的环境不错。你等我2分钟，我准备一下。课文2，情景：到周末了，玛丽和大卫商量去哪儿轻松一下。辛苦了1个星期了，今天咱们要好好轻松一下。我好久没看电影了，最近有什么好电影吗？有好电影，咱们也看不懂啊。是啊。哎，咱们去尝尝中国的小吃，晚上再去老舍茶馆坐坐，怎么样？老师告诉我，那儿可以一边喝茶吃点心，一边看京剧什么的。我对京剧也很感兴趣，可是咱们刚吃饱，还吃得下去吗？也是啊。要不然咱们去打保龄球吧。你会打保龄球吗？当然了。这样吧，咱们俩比赛，要是我赢了，你请我吃饭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不过要是我赢了呢？当然是我请你吃饭啦。那你就等着请我吧。课文3，情景：大卫和他的中国朋友一起从图书馆出来。王健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看见很多老人在路边或者公园里跳舞，他们在锻炼身体呢。很多老人退了休，在家里没什么事儿，就喜欢种花养鱼。也有些老人喜欢去公园跳舞唱京剧什么的。那年轻人怎么让自己轻松一下呢？年轻人喜欢运动啊，比如打球游泳。我就很喜欢游泳。除了运动以外呢？要说爱好嘛，那可就多了。比如跟朋友去唱卡拉 OK， 去迪厅跳舞玩牌下棋等等。周末人们都做些什么呀？听音乐会看演出或比赛，还有些人去郊外玩。对了，今天是周末，咱们俩骑自行车去公园吧。太好了，圆明园离学校不远，我还没去过呢。那咱们就一起去圆明园吧，那儿有一个很大的湖，可漂亮了。6，泛听练习。现在很多人学习和工作都很紧张，可是人们不能总是紧张，那样对身体不好。这就需要休闲娱乐活动。休闲娱乐的方式多种多样，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，可以选择不同的休闲娱乐方式。很多韩国人
喜欢去唱卡拉 OK， 或者周末去爬山。德国男人可能愿意去酒吧喝杯啤酒，跟朋友聊聊天儿。美国人可能喜欢去看 NBA 或者橄榄球比赛。那么中国人呢？休闲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。你想不到吧？中国有很多球迷，虽然球票很贵，但是很多球迷也要买票看足球比赛。还有的人约朋友一起去钓鱼。总之，各种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对身体都有好处。你来中国除了学习以外，也别忘了要经常让自己轻松一下呀。听后选择正确答案。一，人们很紧张的时候需要做什么？2，哪个国家的人很喜欢去卡拉 OK 唱歌？3，中国人休闲的方式多吗？4，很多美国人喜欢看什么比赛？5，中国的球迷多不多？